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元朗啱啱收樓嘅全新項目朗天峰。我哋嚟到單位，實用面積288尺，屬於一房嘅間隔。首先入到嚟門口嘅後面呢個位置會有一個雪櫃嘅收納位，而旁邊就係開放式廚房嘅位置啦。利用咗3.5米特高樓底嘅優勢，咁上下都係啲收納嘅層櫃，以及配上有2面嘅電磁爐頭。而下飯廳方面咧，呢邊會有餐桌以及梳化位置，全部家私咧都係會以單位現狀而出售嘅。再嚟到露台方面，呢度景觀向翻東南，望翻屋苑內園以及山景。由於係高層部分啦，咁所以都望穿對面蝶翠峰屋苑，非常開揚。房間方面放到雙人床以及特大衣櫃，落地採光窗令到整個房間更加明亮。而單位咧仲係套廁嘅設計。洗手間會喺房間入邊，而且仲配上咗名廁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歡迎揾我利嘉閣 Cindy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